们基金会推出本次活动后，各界学界反应热烈，一共收到超过50间学校、几千名师生的踊跃申请，足见大熊猫的超萌魅力。大熊猫是国家稀有和珍贵的国宝，基金特意举办这次活动，让学生走出校園，透過參與熊貓保育講座和探訪大熊貓，學習有關熊貓的知識。好開心咧，能夠出席由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辦嘅熊貓保育聯盟活動，同900位嚟自全香港各區嘅中小學生咧一齊嚟到海洋公園，近距離去觀賞我哋嘅國寶。呢6隻可愛珍貴嘅國寶咧，令到香港成為喺內地以外最多大熊貓聚居嘅地方。唔單止展示咗中央對香港嘅關愛咧，更加係提供寶貴嘅機會，等我哋青少年學習珍惜自然、保護生態，做有責任感嘅地球公民。